人生故事，故事人生。中信有聲雜誌本期主要看點有：我的傷口開始愈合，上帝的愛從沒改變，化妝的祝福，我們是屬他的，如何防止抑鬱對健康的影響？歡迎你收聽收睇中信有聲雜誌，等我哋同你一齊反省人生，剖析問題，並且探索出路。中信有聲雜誌。親愛嘅聽眾朋友們，你知道嗎？中信月刊除了可讀文字之外，現隆重推出結合普通話同埋粵語嘅可讀、可看、可聽嘅3合1電子翻頁期刊《中信醫刊》，同時仲能夠同你進行 AI 嘅互動。歡迎你瀏覽網址 ebook.ccmusa.org ebook.ccmusa.org。 歡迎你轉發同埋推薦，感謝你對中信嘅支持，願上帝賜你平安。我嘅傷口開始愈合，作者丹尼爾·艾力克森。我嘅名字係 Daniel， 前半嘅意思為法官，我個名後半嘅意思為上帝，完整嘅意思係上帝係我嘅審判者。我確實相信上帝係我嘅審判者。我嘅父親係一個牧師。我係4個孩子中最細嘅一個，每個星期都跟住父母去教會敬拜上帝。夏天我仲參加教會嘅 VPS 暑期聖經班。好細嘅時候，我從心底裏邊已經接受咗基督，好感激我嘅家庭將上帝作為我哋一切活動嘅中心。但喺10歲嗰年，我被2個男人性虐待，呢種唔正常嘅關係持續咗2年之久。我習慣滿足佢哋嘅願望，又開始互動，產生咗性癮。我向父母同埋其他人隱藏咗我呢個扭曲嘅掙扎同埋被誘惑嘅衝動。12歲嗰年，我知道聖經上話同性戀係一種罪，逐漸我就停止咗與呢2個人嘅關係。但因住互聯網嘅輕鬆瀏覽，我開始喺網上觀看呢啲同性戀嘅色情片，同時父母要求我哋將電子產品放喺一個開放嘅空間入邊，但係我會將熒幕傾斜到遠離佢哋嘅視線嘅地方。本來我嘅信仰好似孩子般真誠，我鍾意讀聖經並且做筆記，我會喺記事卡上面寫經文，以便記住佢哋。向上帝寫日記成為我生活中最重要嘅部分。我一直禱告，甚至同一啲朋友喺我公立高中成立咗一個聖經嘅俱樂部。每周我哋都會進行討論、研讀經文、觀看視頻同埋禱告。但係我成咗一個人格分裂嘅虛偽人，掙扎喺色情嘅漩渦中不能夠自拔。我喺教會一次營地活動中受洗之後，以為我嘅癮就此就會結束啦。但係冇諗到返到屋企，我又忍唔住睇呢啲色情片，羞辱感席捲咗我。一次又一次，我好慚愧，向上帝認罪，求佢寬恕同埋幫助我。高中畢業之後，我同一啲朋友分享咗我呢啲掙扎、呢啲經歷，但係冇諗到佢哋中間有人認為我呢個好奇係可以理解嘅，並解釋我唔少嘅教會甚至寬恕同性戀。最後我反倒被一個朋友利用我呢個私隱分享操縱咗我，而被逼同佢發生性關係。我又越過咗呢條紅線，覺得自己離上帝越嚟越遠啦，似乎沒有回頭嘅路。某一日嘅晚上，我返到自己房試圖自殺。
我唔知道自己點先可以被上帝救贖同埋赦免，覺得再活落去都冇意義。但係呢一刻，我聽到一個聲音話唔好啊，並且鼓勵我停低落嚟，我唔再有自殺嘅舉動，向主哭泣。喺前往哥斯達黎加一個學校學習咗1個星期之後，上帝感動我公開咁分享自己嘅故事，喊住咁認罪，積聚咗好多年嘅羞恥感傾瀉而出，變成咗對寬恕同埋治療嘅渴望。我亦都鼓勵去為我嘅父母去分享呢啲痛苦嘅掙扎。當我邀請佢哋進入我生命裏面最黑暗嘅地方嘅時候，嗰個都係我家庭嘅艱難時刻。佢哋同我一樣咁痛苦，開始理解我嘅破碎，亦知道點樣為我禱告。佢哋嘅幫助使我哋嘅關係更加緊密啊！我撕裂嘅傷口慢慢開始愈合。2020年嘅秋天，我開始到波士頓嘅學院上課，遠離咗父母，喺聖經學校養成咗嘅健康習慣開始消退。閱讀聖經唔再係我每日嘅習慣，我寫日記都越嚟越少咯，亦都停止咗背誦經文。當我同上帝又開始遠離嘅時候，魔鬼就將一啲壞嘅意念放喺我心裏邊。我雖然仲會去教會，但係成日都早退同埋晚到，唔同其他人交談，除咗聽到教會裏我感受唔到上帝嘅同在，睇唔到基督，遇唔到聖靈。於是我好想退學，就喺嗰個時候，上帝帶嚟咗一個信仰虔誠嘅導師入咗我嘅生活當中。我向佢敞開嘅心扉，談論以前發生嘅一切嘅事，包括被操縱進入第一次性關係同埋我對色情嘅掙扎。我哋一齊閱讀聖經、禱告，我逐漸恢復咗寫日記嘅習慣。我渴望上帝嘅同在，生活開始朝向好嘅方向發展。隨住時間嘅推移，我喺教會中變得更加投入。上帝帶嚟更多嘅虔誠人進入我嘅生活，佢哋鼓勵我喺上帝設定嘅賽跑中奮戰。聖靈都提醒我基督喺十字架上嘅犧牲，以及我嘅悔改，我所有嘅罪會得到佢嘅赦免同埋釋放。2022年嘅秋季一開學，我買咗一隻戒指，代表我對主耶穌嘅承諾。戒指嘅內側有2節嘅經文，加拉太書2章20節，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，現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裏面活着，並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，是因信上帝的兒子而活，他是愛我，為我捨己。另一節係以賽亞書43章2節，你從水中經過，我必與你同在。你若過江河，水必不漫過你。你從火中行過，必不被燒，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。我求聖靈時刻提醒我遠離魔鬼，讓我全人全心歸於基督，唔能夠再違反上帝一男一女婚姻嘅設計嚟褻瀆佢。同時，我寫咗一個嘅誓言，係建立喺基督之愛上嘅承諾。主耶穌，我知道通過你嘅愛同埋犧牲，我從罪嘅束縛中得到自由。即使罪仍然存在喺呢個世界上邊，每日我都必須仰望你，遠離呢個世界嘅誘惑。呢個世界扭曲咗你起初所創造嘅，罪都扭曲咗我。我知道我有罪，亦都永遠唔會完美，但我會悔改，靠住聖靈嘅力量遠離罪惡。我知道你可以改變我嘅慾望，主耶穌，你係我生命中最重要嘅，所以戴上呢隻戒指，我向你降服。如果有一日我喺地上結婚，呢隻戒指係對嗰個女子嘅忠誠承諾。而家我知道自己已被主耶穌拯救，我願意談論基督與我一同走過嘅生活。我加入咗
慶祝康復互助組織，呢個係通過聖潔慾望事工為男性設立嘅團體。此外，我購買咗一部冇互聯網嘅 Lite 手機。我嘅人生路仲好長咁過，儘管呢啲步驟睇嚟好極端，但為主耶穌而活嘅生活態度，需要我每日嘅生活中去警醒同埋捨己。我唔止一次喺夜晚跪喺地上向主哭泣呼求，係上帝嘅恩典使我得救，亦都係呢個恩典繼續咁破碎我，使我成聖。2022年嘅秋天開始，我喺數百塊石頭上邊繪畫同埋寫經文。石頭上向路人傳遞嘅信息集中於自由。呢種自由唔係做自己想做嘅任何事嘅自由，唔係犯罪嘅自由，而係唔俾罪捆綁嘅心靈釋放。從前喺罪嘅權勢之下，我哋冇得選擇，因為罪係我哋本性。但係而家喺基督嘅權柄之下，並喺佢嘅自由當中，我哋唔再係我哋嘅本性。當聖靈真正住喺一個人嘅裏面，佢哋會傾向於追求上帝嘅聖潔同埋公義。我立志要靠聖靈嘅幫助，喺每一個時刻、每一件事上都反思，呢個係咪榮耀主耶穌嘅？有冇違背佢嘅旨意？耶穌係我嘅一切，因此我願意將一切都交俾佢。主，今我頌讚你聖名，同來熱烈讚頌你尊榮。各地敬拜唱歌，全地讚美拍掌，你是全能誠意受讚頌。王啊我的主，今我頌讚你聖名，同來熱烈讚頌你尊榮。各地敬拜唱歌，全地讚美拍掌，上帝的愛從沒改變。作者鄭國薇。1934年，我出生喺香港，後來喺上海長大。13歲嗰年，我喺學校嘅佈道會中接受咗耶穌基督為我嘅救主。作為罪人，被佢赦免，唔代表我咁多年嚟就完美，亦都成日有呢樣嗰樣唔討上帝喜悅嘅毛病，但係我一直跟從佢，親近佢。如今我已經90幾歲啦，點解仲要寫呢一篇見證？因為信上帝70幾年嚟，我越信越感恩。咁多年佢都賜我平安與喜樂，我嘅人生一直活喺盼望中。每次回顧主賜嘅恩典，實在數之不盡。我心願舉2個例子，將榮耀歸給他。當我大概2歲嘅時候，
父親去世，母親獨立撫養5個孩子，我係最年幼嗰個。時屆第2次世界大戰，喺子女無才便是德嘅風俗之下，母親成為文盲，佢唔識字，增加咗佢無盡嘅困難同痛苦。因此佢決定要供孩子讀書，以佢嘅手藝賺錢。生活費用同學費嘅壓力令到佢日夜操勞，擔憂同恐懼中，佢總係流淚跪喺窗前向天父祈求。年幼嘅我手拉住母親嘅衣角，亦都跪喺窗前流淚哭泣。呢個係我認識禱告大能嘅開始。大哥心痛辛勞嘅母親，勤奮讀書，成績優異，受到全校師長嘅讚賞，得到免費學費嘅獎學金，並且保送去上海震旦大學。但係大哥就鍾意當時上海嘅著名嘅聖約翰大學，多數年輕嘅學子都想入讀呢一間學校，但係唔容易被收取。親戚之中，我最親嘅姑丈曾經赴美國留學，認識唔少嘅權貴朋友。姑丈嘅2個小朋友都入咗聖約翰大學讀書，大哥好羨慕，因此就去請母親同姑丈求助。母親去咗一整日，傍晚返嚟話俾大哥知，姑丈冇應承。大哥黯然神傷，佢哋2個傷心咁低頭禱告。禱告之後，母親安慰大哥，勸佢去瞓覺，聽日早啲起身，着整齊咁去中學揾校長，請佢寫封介紹信。大哥遵照母親嘅吩咐做。第2日，佢抵達咗中學校長室前面，見到校長室內招待一位朋友，就喺室外等候。校長見到佢就嗌佢入去。原來校長嘅朋友竟然就係聖約翰大學嘅校長。校長同佢嘅朋友詳細咁讚我大哥點樣勤力學習，學業成績優異等等。介紹完畢之後，聖約翰大學校長以溫柔欣賞嘅眼光望住我大哥，並且攞出自己嘅名片，簽咗字交俾哥哥，並且話佢可以即刻去大學註冊上課。大哥驚喜交集，上帝嘅安排何等奇妙！佢垂聽哀嘆悲傷嘅禱告，喺人難成嘅事，上帝若憐憫，佢就會藉住喺人看來係偶然嘅事，喺佢嘅時間同地點裏面，讓我哋得益處，親自飽嘗佢同在嘅美好，使我哋一家咁多年仍然存感恩嘅心。大哥大學畢業之後揾到工作，將賺到嘅工資幫補母親部分嘅生活費用。2年後，大子亦都大學畢業，佢嘅工資同埋大哥嘅工資夾埋起嚟，足夠應付3個弟妹嘅學費同生活費。母親唔再需要操勞辛苦啦。但係好景不常，1949年中國發生內戰，烽火逼近上海。某日住喺弄堂嘅組長話俾母親一個壞消息，佢話收到一張政府發出抽壯丁嘅傳單，我嘅二哥同二子單上有名，意思即係會即時隨時會抽去打仗。嗰時大子已經結婚，跟住子夫去咗香港，母親聽咗之後非常傷心。因為唔忍心自己辛苦養大嘅孩子被捉去送死，佢沉默不言。晚飯之後，佢就要小朋友都坐低，將壞消息講咗出嚟，大家都流淚痛哭。內戰更加激烈，上海居民爭先恐後咁搶購海陸空嘅飛，想盡快離開，票價每分鐘喺上漲，好快各路嘅票都售完。彷徨無措之中，母親帶住我哋同心向主耶穌祈禱。門鈴突然響起，大哥開門一睇，係佢大學姓馬嘅同學。馬同學話：
屋企日前買咗去香港嘅船飛，聽日就會開航。屋企因為突發事件唔能夠去，所以想轉售呢啲船飛。我哋係佢出嚟詢問嘅第一家，唔知我哋要唔要？佢一共有5張飛，正係我哋需要嘅數目。母親即刻就買咗，當晚就即刻執行李，第日就搭船去香港。原來呢一班已經係最後離開上海嘅船。喺香港，我繼續完成高中學業，日後嘅日子，上帝仍不斷眷顧同保守我。喺香港嘅經歷同埋赴美留學嘅工作，都得到佢嘅賜福同引導。上帝賜俾信徒禱告嘅權柄，我哋除咗讚美，亦都可以將我哋生活中各樣嘅難處帶到佢面前。聖經鼓勵我哋，我要向山舉目，我的幫助從何而來？我的幫助從造天地的耶和華而來。詩篇121篇1至2節。當然，上帝唔一定按我哋嘅想法有求必應，但係帶住信心仰望佢，佢會施憐憫。信心嘅禱告，當然要信佢係又真又活嘅真神，滿有恩典，大有能力。呢一生我最大嘅福氣就係認識咗主耶穌，無論喺邊度，無論咩境況，我都要讀經禱告親近佢。我一生所走過嘅道路都蒙佢保守同引導。呢一生我都願向身邊嘅人見證佢，盼望佢哋得住上帝嘅看顧同賜福。我巴不得佢哋都能相信耶穌基督係父上帝獨生子，他降世為人，為代贖我哋嘅死罪被釘喺十字架上，第3天戰勝咗死亡，復活了。他復活嘅大能救我哋脫離罪嘅捆綁，不致滅亡，反得永生。只要我哋願意接受佢嘅救贖，就能得他賜嘅新生命。佢係我哋嘅上帝，唯一嘅上帝，係我一生敬拜嘅上帝。你願意得着他嗎？星島啟示，親愛嘅聽眾朋友們，你希望用文字嚟到服侍我哋嘅主嗎？歡迎你投稿俾中信，來稿請寄 lit@ccmusa.org， 我哋會將採用結果盡快通知俾你。多謝你嘅擺上，願上帝賜福俾你。化妝的祝福，作者蕭志新。1970年夏天，在越南的一次意外，我被炸傷了。一名女越共企圖襲擊美軍時，他扔的手榴彈炸傷了我的左手、腳及肋旁。出院時，左手雖然沒有被截肢，但總不如右手那樣有力。我心中時常問上帝：為什麼你使我受這個苦呢？為什麼我不能如平常人一般呢？然而上帝並沒有回應我的祈禱。16年後，當我們全家等待來美國定居時，一天深夜，公安人員前來強迫我去高原地帶為國家服務3年。雖然我拿出所有的證件，並告訴他們我隨時可能離開越南定居美國，他們卻嗤笑我，等你有了機票以後再送你回來。我在槍桿子之下，無奈只有屈服順從。在勞改營中，我的生活極為艱苦，每天出去到樹林中除草約10多個小時，日曬雨淋，仍然照常工作。我的身體逐漸支持不住，再加上很大的精神壓力，
我開始埋怨上帝。我問上帝，若果你真是信實的，為什麼要我受這樣的苦呢？為什麼把我從教會帶到這種地方呢？我有10000個為什麼想要上帝回答。在勞改期間，除了把工作做完，我仍不斷地埋怨上帝。雖然內心知道自己應該好好地向他祈禱，無奈工作的壓力、肉體的痛苦、心中的怨憤使我安息不下來。但聖靈在內心不斷地催逼，使我看到自己的過犯，而過去所做的事也一幕幕浮現在腦海中。我記得在小時候曾立志奉獻給主，願意將身心甚至一生都奉獻給他。但我卻對主說，我願意聽從你的話去行，不過不要我作傳道人，因我不配，而且傳道人的日子不容易過。我眼見四周的傳道人因主的名被迫害，無故坐牢、改造、勞役，這一切使我軟弱，幼小心靈畏縮膽怯。因此我對主說，請不要使用我作你的僕人，但我願意過奉獻的生活。雖然聖靈在內心不斷催逼，硬心的我卻極力推辭。我眼見自己的身體日益軟弱，工作壓力日益增大，再加上我染上了惡疾，腹瀉不止，我想自己將要離開這個世界，去見主面了。我知道自己不能這樣快就死去，因為在上帝的國度中仍有工作要做。無奈我的心不信服，使我陷入絕境。我的埋怨使我更加硬心。感謝主，在我窮途末路的時候，他使我回轉，我終於被他的愛所降服。我願意順服上帝的帶領，但又怕自己心志不堅，所以希望能夠很清楚地明白是上帝的呼召與帶領。我向主求一件事，就是讓我能夠回家，不是靠金錢或權勢，只靠上帝奇妙的作為，給我一個明確的證據。當我信服下來，願意跪在地上禱告，不理會公安人員的管轄，儘管這樣的禱告會帶來一場大禍，我的心就平靜下來。次日，我被叫到營中的總部，他們給我一張通行證，說我可以回家居住，理由是我的健康不合乎勞動的體格。我拿到這張證件，心裏驚喜萬分，不斷地感謝上帝在我身上所行的大事，也解開我10多年來的心結。原來左手的傷是為了使我現在可以安然回家。一切事情的發生都有上帝奇妙的作為及美意在其中。我的遭遇成為祝福，叫我經歷上帝的大能。如今因着上帝的恩惠和憐憫，我已踏上了全時間侍奉的道路。在牧養教會中，每日經歷禱告，等候上帝的旨意所帶來的能力。因為我知道他將管我的明天，深信他的道路非同我們的道路，他的意念非同我們的意念。每一個苦難都變為化妝的祝福。彌迦書6章8節這樣說道：世人啊，耶和華已指示你何為善，他向你所要的是什麼呢？只要你行公義、好憐憫、存謙卑的心，與你的神同行。中信有聲雜誌，願上帝賜給你平安。我們是屬他的，作者林霄榮。聖經之中，詩人咁樣勸勉世人：你們當曉得耶和華是上帝，
我們是他造的，也是屬他的。我們是他的民，也是他草場的羊。當稱謝進入他的門，當讚美進入他的院。當感謝他，稱頌他的名，因為耶和華本為善，他的慈愛傳到永遠，他的信實直到萬代。詩篇第100篇呢一首短詩，我非常喜歡。耶和華就係上帝嘅名字，意思係自有永有，自己唔需要依靠任何外物就存在，而且無始無終，永遠存在。我哋嘅人生之中，最重要嘅一件事就係要認識佢，因為我們是他造的，也是屬他的。上帝點解講我哋係屬佢嘅呢？台灣有一位我好尊敬40-50年嘅好朋友，佢係馬來西亞人，年紀比我小7至8歲，係一個好有名嘅神學家，喺台灣中原大學教神學。佢住喺中壢，我每一次由美國返到台北，唔係我去中壢去揾佢，就係佢嚟到台北嚟揾我。喺去年12月，我返到台北之後，就坐高鐵去到桃園。喺桃園嘅高鐵站旁邊有一個好大嘅 outlet， 因為聖誕節期嗰度好多人，非常之熱鬧。每次見面我哋都好高興。呢一次我哋揾到喺 outlet 側邊一個飲咖啡嘅地方，傾咗好耐，然之後食自助餐，一邊食一邊講，好快就到咗晚上9點鐘，我哋先至互相道別。我走到高鐵站口，準備攞護照出嚟買車票嘅時候，65歲嘅以上可以買半票。呢個時候我認識到，原來我裝住護照嘅掛包，原來留低咗喺outlet裏邊。包裏邊仲有一啲其他好重要嘅文件。我平日係非常之謹慎嘅，但係今次居然就係咁粗心大意。咁樣點算呢？我聽日點樣返美國呢？我就慌張起嚟啦，好趕緊咁樣就打電話俾呢一位朋友。outlet 係好大，佢比我年紀輕，於是佢就先跑到咖啡室裏邊。等到我氣喘喘咁嚟到嘅時候，我真係好希望睇下有冇一個遠遠嘅人就帶住我嘅包迎我而來。好可惜我冇見到佢，但係我就收到佢傳嚟嘅簡訊。哦，原來我嘅掛包揾到啦，佢就喺旅客服務中心裏邊等我去認領。嗰個時候已經係8點45分，客戶服務中心係9點鐘關門。我一入去認領返我嘅包嘅時候，我真係如釋重負，心裏邊都唔知幾高興。喺返嚟嘅路上邊，我想起路加福音第15章，耶穌同法利賽人食飯嘅時候，喺佢同門徒佢哋講浪子回頭嘅故事之前，先講咗一個走迷羊嘅故事。100隻羊裏邊99隻安好，但係有一隻唔見咗。呢個牧羊人就將99隻羊放喺一邊，去揾呢一隻迷羊，然之後揾到啦。我以前讀呢段聖經嘅時候，讀到呢一度真係好唔明白。按理由講，應該係守住呢99隻羊，唔應該去揾嗰一隻羊嘅。如果揾到嗰一隻羊，但係呢99隻跑掉咗，咁點算啊？唔通嗰一隻羊好重要嘅咩？按比例原則，呢個係無法理解。但係呢一個牧羊人就係真係咁樣去揾呢一隻嘅羊，揾到之後就孭住佢呢隻羊返屋企，心裏邊係好高興，一路上對朋友同埋鄰舍都係述說呢一件事。喺上帝嘅眼裏邊，
我哋原本就係呢一隻失落嘅羊，係屬於佢嘅。因為上帝愛嘅緣故，佢差派佢嘅獨生愛子主耶穌由天上高降落嚟尋找我哋，認領我哋。耶穌基督只能夠認領屬於佢嘅人，因為我哋都係佢所做嘅。就好似我只能夠去認領我嘅護照，而唔能夠認領第二個人嘅護照。做完天地萬物之後，聖經話上帝就照住自己嘅形象造人，乃是照住他的形象造男造女。然後上帝就賜福俾佢哋，並且對佢哋講要生養眾多。我哋從此藉住佢所賜俾我哋男女婚姻嘅關係，代代生育繁衍。上帝就好似工匠一樣，我哋係佢手中嘅作品。聖經就係咁講，他既然愛世間屬自己的人，就愛他們到底。當我哋仍然喺罪性之中遠離神嘅時候，唔認識佢，上帝就差遣佢嘅獨生愛子主耶穌嚟尋找我哋，以十字架上高嘅犧牲作為代價嚟認領我哋，使我哋憑住信心同埋悔改，能夠與佢重新嘅和好。正如聖經講，我哋原是他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穌裏造成的，為要叫我們行善，就是上帝所預備叫我們行的。我哋既然係屬佢嘅，佢做我哋嘅目的就係要榮耀佢，行佢眼中看為善嘅事。總之，我哋係屬上帝嘅，佢喺尋找同埋認領我哋，願聖靈開啟我哋嘅心，認識佢，願意被佢認領，得着佢嘅救恩。我們當稱謝進入他的門，返到做我哋嘅上帝面前，返到生命嘅初衷。我們當讚美進入他的院，唔單止係身體進入佢嘅聖所同埋教會，我哋嘅心喺度讚美嘅時候，亦都願意被上帝不斷嘅改變，裏面會有越嚟越多嘅安慰、喜樂同埋平安。讀者來信，加拿大諸姊妹，我係中信月刊多年嘅讀者，我喺加拿大一直向我年邁嘅父親傳福音。剛開始佢仲喺電話視頻中忍耐聽幾句，後來就唔耐煩啦，總係以仲有事要做為藉口，唔再聽落去。去年我回中國嘅時候，帶住一沓我睇過嘅中信月刊俾佢睇，因為裏面有好多信主嘅好見證，希望能解開佢嘅結。但係佢將雜誌放喺一邊，並冇興趣。回國一趟傳福音冇咩果效，我帶住對父親救恩焦急嘅心情返回加拿大。感謝主，2個月後，我父親喺電話中對我講，佢喺屋企閒得無聊，開始睇中信，睇咗一期又一期，佢開始想更多地了解福音，亦都不時問我一啲信仰嘅問題。有日，我問佢願唔願意喺上帝面前悔改，接受佢嘅救恩和永生，佢居然答應咗，並且跟住我做咗決志嘅禱告。非常感謝你哋喺主裏邊嘅辛勞，你哋雜誌上好多文章都係真情實感，將真理放喺個人嘅生活中嚟見證上帝。願主賜你哋智慧和力量，
繼續多多使用你哋。如何防止抑鬱對健康的影響？羅裕康。人生一世，勞苦受煩，人都會死，也會生病。不僅身體會病，心理也會病。據有關統計，40% 嘅人在一生中或輕或重都會患抑鬱症 （depression）。女性發病率比男性高1倍，青少年就開始出現。以前我們對抑鬱症並沒有太多的了解，如今抑鬱症的發生越來越普遍，不能不引起我們的重視。無論是對自己、家人以及朋友的關懷，多關注、多重視都是很有必要的。身心危害。抑鬱症不是簡單的壞心情，已然成為現代人的一種隱形殺手，不僅會帶來身體上和心理上的痛苦體驗，也會打亂人的正常生活。抑鬱症會使腦荷爾蒙生產受阻，導致 serotonin 血清促進素和 dopamine 多巴胺這兩種神經系統的荷爾蒙偏低，從而引致一系列心理和生理上不良甚至嚴重反應。心理上反應心悸、憂慮、抑鬱、恐懼等心理精神病徵，患者會失眠、多睡型感疲倦、厭食或暴食、過量酒精或用毒品、精神緊張、自我毀責、生無可戀、絕望、自殘或自殺。生理上反應血壓上升的高血壓、心跳加速的心臟衰竭、冠心動脈收縮的心臟病、腦血管收縮的中風、血糖成分加增的糖尿病，這些病都很痛苦。高血壓是無聲殺手，心臟病、冠心病是世界第一殺手。中風讓人生死不得，糖尿病多有併發症，生不如死。精神壓力大和抑鬱也容易產生癌症。上帝讓人身體裏有淋巴殺手，專殺癌細胞。比如說，喝了變質的牛奶，大腸裏發生病變，開始只有2-3個病變的癌細胞，淋巴殺手看見了，啪啪就把它們打死了。被動吸煙產生的癌細胞，淋巴殺手看見了，也殺死它們。但壓力過大，血液裏就少了很多淋巴殺手。如果癌細胞增多了，那很少的淋巴殺手就來不及或無法殺死很多癌細胞，這樣癌細胞就會形成癌症。主要成因：現代人面臨越來越大的生活壓力，10倍速度的競爭環境，就連以前賣鞋的小作坊，現在都要與網上的全世界賣鞋商們競爭。還有接踵而來的災難資訊、瞬息萬變的革新趨勢、個人生活方式的多元化、都市生活空間的擁擠、親友離世、情感破裂、經濟困難、工作壓力太大、恐懼裁員、搬家、長期疾病如患癌、糖尿病、產後抑鬱症等，都讓現代人精神負荷過重。此外，現代社會的人際關係也不像從前那麼單純和簡單了。功利性、競爭性和墮落性的因素，使得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日益複雜，甚至讓很多人產生社交恐懼症。當然，家庭情況也是抑鬱的一個原因。除了基因遺傳疾病的可能，還有家庭的不幸，如10幾歲前喪母或喪父，缺乏童年照顧，
還有童年遭遇家暴虐待，特別是性虐待等。抑鬱者也可能有性格缺陷，看事情的態度悲觀負面。有些抑鬱者不是因為心理或環境原因，而是在生理缺陷。腦荷爾蒙減產血清促進素引發抑鬱症。治療方法：患者需要心理輔導，使其抒發感受及煩惱。輔導員需要的是聆聽，不提出解決方法，因為患者抒發的可能是他們自己的感受和看法，未必正確。在醫生的指導下，通常會對有些患者使用抗抑鬱藥 SSRI、選擇性血清促進素吸收抑制劑 Prozac、Paxil， 約2星期才有效，6個月一療程。Tricyclic 3環抗抑鬱藥會馬上見效，但副作用較多。吃藥是為了達到大腦裏的代謝平衡，但需經醫生同意用藥，切勿自行使用。然而，這些都不是最好的方法，關鍵要心裏喜樂。聖經告訴我們，喜樂的心乃是良藥，憂傷的靈使骨枯乾。箴言17章22節。人死後骨頭枯乾需要7年時間，可見憂傷的殺傷力有多大。那如何能得喜樂？換個詞是安樂，有安才有樂，心裏有平安，憂愁和膽怯就沒有了。心裏怎樣有平安？主耶穌應許我們，在世上你們有苦難，但你們可以放心，我已經勝了世界。約翰福音16章33節。當然，主耶穌所賜的平安，並非使信徒們免於麻煩、困苦、災難。他的聖靈有赦免、安慰、鼓勵和調整人生態度的大能，使我們在永生的盼望中會茅塞頓開。不少教會都有抑鬱症患者靠着主耶穌的信仰而逐漸放下世上負擔，從抑鬱症中解脫出來的好見證。馬可福音12章30節這樣說道：你要盡心、盡性、盡意、盡力愛主你的神。中信有聲雜誌，願上帝賜給你平安。真信仰受傳統和文化制約嗎？作者張日平。問：信仰係受傳統同埋文化制約嘅，例如喺英美同埋歐洲，信仰就以基督教為主；喺中東，多數都係回教徒，而中國人就信佛，所以中國人就應該皈依佛教，咁樣先係順理成章。答：你嘅睇法有一定嘅代表性。信仰受傳統同埋文化制約，似乎係有道理，但係從統計數字嚟睇，基督教國家嘅基督徒佔比相對較大，但係如果細心觀察，數字並唔能夠說明一切。真係順理成章嗎？例如，美國係一個基督教國家，唔見得其中嘅基督徒都係真信徒，有好多都係掛名嘅，不過係文化教徒。喺中國有好多人亦都係入鄉隨俗咁拜菩薩，唔一定係真心虔誠嘅佛教徒。所以文化制約只係能夠產生文化教徒，結果呢啲人嘅傳統只不過係宗教而唔係信仰。
當然，嗰啲生喺基督教國家嘅人比較容易成為基督徒。事實上，係上帝俾咗佢哋更多嘅機會嚟到去接觸福音。至於接受與否，仍然都係個人嘅。反之，喺非基督教嘅國家裏邊，基督徒應該都係相當真誠嘅。例如喺回教國家裏邊，信耶穌會受好多嘅迫害，所以除非呢個人非常嘅真誠，否則佢都唔會信耶穌。當然，事情非常嘅複雜，而真正準確嘅數字大概都冇人能夠知道。文化傳統是真理嗎？有一次同幾個美國同事閒聊，佢哋話自己細個嘅時候飲湯就唔能夠將碗拎起嚟飲，媽媽話冇禮貌，結果湯唔係滴到自己嘅衣服上面，就係滴到喺台上面。咁我話俾佢哋聽，我細個無論飲湯或者食飯，都必須要將個碗拎起嚟，否則長輩就會責怪冇禮貌。於是我哋都同意，傳統不過係因族因家嘅一種習慣，唔代表真理，當被重新咁審視。呢啲例子事實上都唔少，例如從北宋開始流行，到清末民初先停止嘅中國社會婦女纏足，三寸金蓮曾經被視為高貴美麗，好一段長時間嘅文化傳統。中國人仲有一個大家心照不宣嘅文化，就係喺求人辦事嘅時候，總係塞個紅包，或者投其所好咁請食飯或者送煙酒之類，呢啲叫做懂人情世故。你認為呢啲都係值得保留嘅傳統或者真理嗎？堅持文化傳統還是真理？文化同傳統畢竟唔等於真理，有啲肯定係糟粕，係有害嘅。飲湯唔拎起個碗，除咗整污糟衫之外，就冇乜大問題。但婦女纏足會扭曲骨骼，以至於走路困難。雖然唔理想，但係僅此而已。向有所求嘅人送紅包，呢啲係賄賂嘅行為，於道德有損。但有啲中國民族如算命、睇風水、拜神上香等，呢啲行為係違反聖經原則，得罪上帝嘅。如果因為要堅持自己生嚟嘅環境裏邊嘅文化同埋傳統，而放棄認識耶穌，結果得唔到佢為我哋預備嘅救恩，呢件係嚴肅嘅事情，後果係好嚴重。死後何處去？你諗我哋應該堅守傳統同埋所處嘅文化，定抑或追求真理呢？願你諗一諗，喺你百年歸老之後，佛陀會將你帶到去邊度呢？涅槃、西方極樂世界、轉世輪迴？輪迴之後，你係人、係牛馬，定抑或螞蟻呢？呢啲可能嘅去處，唔單止互相矛盾，而且邊個都冇把握，唔係咩？另一方面，上帝愛世人，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，反得永生。約翰福音3章16節。最終活喺一個不再有死亡，也不再有悲哀、哭號、疼痛嘅地方。啟示錄21章4節。希望所有願意追求真理嘅人都願意花時間去教會了解聖經，認識上帝。中信有聲雜誌與你一起探索人生，剖析問題，
尋找出路。歌曲《荷塘月色》賞析，作者錢志群，由張超作曲同填詞，鳳凰傳奇演唱嘅《荷塘月色》，旋律優美，曾經風靡一時，被廣泛傳唱。歌詞如下：剪一段時光緩緩流淌，流進了月色中微微蕩漾，彈一首小荷淡淡的香，美麗的琴音就落在我身旁。螢火蟲點亮夜的星光，誰為我添一件夢的衣裳？推開那扇心窗，遠遠地望，誰摘下那一朵昨日的憂傷？我像隻魚兒在你的荷塘，只為和你守候那皎白月光。遊過了四季，荷花依然香，等你遠在水中央。螢火蟲點亮夜的星光，誰為我添一件夢的衣裳？推開那扇心窗，遠遠地望，誰摘下那一朵昨日的憂傷？我像隻魚兒在你的荷塘，只為和你守候那皎白月光。遊過了四季，荷花依然香，等你遠在水中央。呢一首雖然係一首浪漫嘅愛情歌曲，但中秋節嚟臨嘅時候，我腦海中卻浮現出呢一首歌嚟。月光一瀉千里，讓我浮想聯翩。一係世界嘅豐富性，歌詞中提到咗月亮、月色、荷塘、荷花、水、魚、螢火蟲、男同女。世界確實豐富多彩。如果世上得幾樣嘢，咁會幾咁單調無聊呢？如果世上太單調，冇水、冇花、冇月亮、冇動物、冇女或者冇男，咁會幾難想像。淨係講人啦，有男有女，有老有少，而且你睇我，我睇你都唔係一個樣，否則你仲認到邊個打邊個？我哋要感謝上帝喺做人之前，先做出豐富嘅世界，所以詩人咁樣感嘆讚美上帝。耶和華，你所做的何其多，都是你用智慧造成的，遍地滿了你的豐富。詩篇104篇24節。二係萬物嘅和諧美。上帝嘅創造唔單止豐富，而且唔係好似屋企一多嘢就雜亂無章，而係和諧美好。非常清澈嘅荷塘水喺輕風吹拂下微微蕩漾，水中倒映住月色，亦都倒映住一對戀人。魚兒喺水裏歡快地游住，除咗聞嗰啲花香，仲有螢火蟲喺度撲閃住。創造之初嘅伊甸園，月色皎潔，唔會有霧霾遮蔽。嗰時嘅水邊都有鑽石瑪瑙相嵌，嗰時嘅螢火蟲到處閃住，如星光同天空交相輝映。月光如水，蛙聲如琴，蟲鳴如曲，魚兒喺水中自由地游住，加上淡淡嘅花香，兩個人沉浸喺無比溫馨嘅幸福中，如同荷塘嘅魚水之情，
我係你水中嘅魚，為你守住皎潔嘅月光，一切都係幾咁美好。上帝自己就係美善嘅，佢亦都係一切美善嘅源頭。起初，佢每創造一樣，都會用佢最高最美嘅標準審視一下。上帝看着是好的，事就成了。最後完成所有嘅工程後，上帝看着一切所做的都甚好。創世記1章31節。一個龐大無邊嘅宇宙，卻係井井有條咁運行住。就攞月亮嚟講啦，地球喺自轉嘅同時圍繞住太陽轉，月球喺自轉嘅同時圍住地球轉，實在係無比奇妙同和諧。空氣唔稀唔薄供應住地球，太陽唔遠唔近咁照住地球。如有閃失，必定係末日。生物亦都有一個生物鏈。當上帝按自己嘅形象做出男女，亞當情不自禁咁向夏娃表白：這是我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。創世記2章23節。嗰時人冇病冇災，冇老冇死，同動物和睦相處。三係現實嘅殘酷性。或者人啱啱欣賞咗咁美麗嘅詩歌，一覺醒嚟可能就夢境破碎，就如一個果子從大樹上跌入荷花塘裏，濺起水花，啲魚嚇到魂不守舍，水中嘅倒影亦被波浪吞噬。歌者悲嘆：推開那扇心窗，遠遠地望，誰摘下那一朵昨日的憂傷？嗰啲美好嘅景色，只能推開個窗，遠遠望。唔少有情人都喺現實中各奔東西，就算成為眷屬，亦可能喺油鹽醬醋、養兒育女嘅生活瑣碎中跌跌撞撞，甚至硝煙彌漫，反目成仇。係誰採下那一朵昨日的憂傷呢？夏娃同亞當，佢哋偷食咗上帝提醒佢哋唔能夠食嘅分別善惡樹上嘅果子。園子嘅主人上帝嚟啦，兩個人驚到匿埋，乜理得到嘅咩？於是曾經感嘆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嘅亞當，將責任推咗俾女人，亦都埋怨上帝唔應該為佢做女人。從此眼淚爭吵都嚟啦，環境都唔靚啦，有刺吉你，有霧霾戳你，有動物咬你，有垃圾臭你，有失戀，有離婚，有搶劫，有驕傲，有嫉妒，有欺騙，有仇恨。花好多錢買化妝品，人都仲喺度衰老。食好多維他命，人都係會死亡。到頭嚟離世時，一聲嘆息。人生所經誇的，不過是勞苦受煩，轉眼成空，我們便如飛而去。詩篇90篇10節。世上仲有浪漫嗎？仲有指望嗎？4係人生嘅新境界。現實越不堪，人就越暢想。魚喺荷塘裏游過了4季，荷花依然香。浪漫同美好嘅人生，前提係邊個能救我哋脫離嗰個死亡嘅魔咒？創造我哋嘅上帝憐憫我哋，唔忍心我哋喺罪中永死，差派佢嘅獨生愛子主耶穌降世為人嚟救我哋，喺十字架上代贖人嘅死罪，又喺第3日死裏復活，
戰勝咗人人都無計可施嘅死亡。佢復活升天後，仲會再嚟接嗰啲信佢嘅人到天堂。喺嗰度，上帝要擦去他們一切的眼淚，不再有死亡，也不再有悲哀、哭號、疼痛，因為以前的事都過去了。啟示錄21章4節。所以詩人感嘆讚美上帝，太陽還存，月亮還在，人要敬畏你，直到萬代。詩篇72篇5節。親愛嘅朋友，呢個唔係一句兩句說話就能夠讓你明白嘅。鼓勵你去附近嘅教會，同信徒一齊嚟學習聖經，了解人生，因為除他以外，別無拯救。因為在天下人間，沒有賜下別的名，我們可以靠着得救。使徒行傳4章12節。你願意相信耶穌基督嗎？若願意，請和我做以下禱告。天父上帝，我從心裏承認你是獨一真神，你愛人類，曾差遣你的獨生子耶穌基督降世代罪，為我們釘死十字架上，第3日復活，救我們脫離罪和死的權勢。我相信耶穌基督是人類唯一的救主，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只有藉着他，我才可以回到你那裏，認識真理，得着永生。我明白以往我因不認識你，我的人生方向和路線都錯了。我是個罪人，如今決定回頭，不再走自己的路，願意一生跟隨耶穌，遵行天父你的旨意。求你幫助我明白真理，使我信心堅定。奉主耶穌基督的名禱告，阿們。你若做了以上禱告，或想更多認識信仰，歡迎來信與我們聯絡。電郵是 ccm@ccmusa.org。願主耶穌賜你平安。你貪財嗎？作者張坤。我喺武漢大學讀書嘅時候呢，就有一位女博士生，佢生得好靚㗎。喺一次嘅會議之中，有一個好有錢嘅商人，一眼呢就睇中咗呢一位女生，而呢一位女生呢，亦都睇中咗呢個商人嘅錢喎。佢哋認識咗之後，女生呢居然就同佢嘅男朋友一齊謀財害命，將呢個商人到嚟屋企嗰度，然後將佢殺死，仲將佢嘅屍體擺喺冰箱同埋床下底。呢件事發生咗之後，兩個人呢好快就俾警察捉咗啦。消息傳開，成間校園大家都有好多唔同嘅討論。有啲呢就會話啦，呢個女生啊真係好狠啊。有啲就話佢傻傻地嘅，自己都出於名校，又係博士，畢業之後點會憂揾唔到高薪厚職啊？做乜要咁樣就喪失咗佢自己嘅青春同埋前途呢？其實呢一啲嘅傻人真係有好多㗎。我哋去諗下個中嘅原因，無非都係一個貪字，貪眼前嘅錢財，貪可以得到嘅利益，以至到成個人呢都已經被錢嚟到去充塞，都已經唔能夠去衡量咩係好咩唔好，就做出呢一個咁愚蠢嘅選擇同埋行動。其實貪婪嘅意思，即係話心裏面集中關注嘅都係喺財產啦、財物啦、
成功、聲望、地位、名譽、名氣、職位、外貌，或者係想擁有根本係屬於別人嘅嘢。或者有啲人會咁講：嘿，我點會咁樣做啊？但係其實咧，貪財嘅心差唔多個個都有嘅，而呢一份嘅貪念成日搞到我哋人嘅心靈係唔會安靜。當我哋見到機會一嚟嘅時候咧，我哋嗰份貪心嗰個嘅念頭就會出嚟噶啦。正如聖經所講，貪財係萬惡之根。有人貪戀錢財，就被引誘離開咗真道，用許多嘅手法把自己刺透了。係記載喺聖經嘅提摩太前書6章10節。聖經嗰度有一位叫做亞哈王，佢雖然咧自己係國王，但係就好貪戀老百姓拿伯呢一個嘅葡萄園。亞哈王嘅皇后耶洗別就幫助佢嚟到殺死呢一個拿伯，然後攞得咗呢個葡萄園。雖然佢哋係暫時得到佢哋諗住想得嘅嘢，但係佢哋唔知道原來神嘅審判咧都喺度等緊佢哋啊！耶和華如此說：你殺了人，又得他的產業嗎？狗喺邊一度舔拿伯嘅血，亦都喺邊度舔你嘅血。係記載喺聖經嘅列王紀上21章19節。貪得咗一時，又唔能夠長久擁有，踏上咗自己嘅性命，最後都係要面臨審判。所謂天網恢恢，疏而不漏，上帝嘅眼目其實係無處不在。其實人可以去邊度可以逃避得過上帝呢？聖經仲係咁樣勸導我哋啊！人如果賺得全個世界，但係賠上咗自己嘅生命，咁有咩好處呢？人仲可以拿乜嘢嚟換返自己嘅生命呢？記載喺馬太福音16章26節。再加上人雖然係貪呢一啲好大筆嘅財富，但係佢哋真係能夠花咁多嘅錢咩？就好似有一篇嘅文章裏頭講到話，有時人生最大嘅悲哀就係人走咗，錢咧就冇完全花掉晒，而更可怕嘅就係人走咗，佢都唔知道自己係去緊邊啊！人離開世界之後，如果佢唔認識上帝，唔接受耶穌基督嘅救恩，就冇辦法進到神嘅家，就係天堂。而佢哋唯一能夠去嘅就係可怕嘅地獄。我哋點樣先至可以去掉呢一份貪財嘅心呢？靠我哋自己嘅意志係好難嘅，因為貪心係人罪嘅本性。唯有我哋嚟到主耶穌嘅面前，嚟到求十字架上嘅寶血，首先去塗抹我哋嘅罪，再靠住上帝嘅聖靈進入我哋嘅心裏面，反轉我哋嘅生命。也許有一日，你都會好似耶穌嘅門徒保羅咁樣講，就係話我為上帝已經丟棄咗萬事，看作糞土，為要得着嘅係主基督。記載喺聖經嘅腓立比書3章8節。希伯來書4章12節這樣說道：因為神的道是活潑的，是有效的，比一切兩刃嘅劍更鋒利，甚至可以刺入剖開魂與靈、關節與骨髓，並且能夠辨明心中的思想和意念。中信有聲雜誌，願上帝賜給你平安。誰貴誰贏？作者白衣。前不久聽到好多人喺度爭論誰貴誰贏，仿佛只要固執己見，唔溝通唔和解就係贏家，
一旦理性思考，運用智慧解決矛盾，就算跪書。呢個係邊個定嘅規矩啊？我哋千祈唔好俾人大風向搞糊塗咗啊！好簡單，一個生得高嘅人，如果執意挺直腰板要入一架房車度，誓不低頭，你以為佢係贏家定係傻瓜？上帝俾人設計能屈能伸嘅脊椎頸椎，唔係無緣無故噶。做人處世方法好多，有一種叫柔和謙卑。耶穌基督就曾為此立咗榜樣，屈身同門徒洗腳擦腳，教導門徒，為首領的倒要像服侍人的。路加福音22章26節。有說佢降臨世間唔係要受人嘅服侍，乃係要服侍人，並且要捨命作多人嘅贖價。馬太福音20章28節。謙卑成就大事係上帝劃定嘅路線。耶穌基督虛己降世，成為人眼中嘅窮人，沒有地位權勢，受盡白眼，俾無良嘅人釘死喺殘暴羞辱嘅十字架上邊。呢一條卑微嘅路，冇人願意走，然而佢卻藉此為世人成就咗救贖大恩。參考腓立比書2章5到8節。人人希望天賜鴻福，但係有幾多人知道虛心溫柔嘅人有福了？參考馬太福音5章3到5節。所有蒙上帝賜福得永生進天國嘅人，都須先謙卑向上帝屈膝認罪，自認無知有限，無法自救，無法自建人間天國，然後才會信靠跟隨耶穌。親愛嘅朋友，讓我們一齊禱告。我們在天上的父，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。願你的國降臨，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們日用的飲食，今日賜給我們，免我們的債，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。不叫我們遇見試探，救我們脫離兇惡。因為國度、權柄、榮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遠。阿門。親愛嘅朋友，多謝你收聽中信有聲雜誌。我們期待你給予我們寶貴嘅意見，同時我們也願意為你禱告，可以透過電郵與我們聯絡。我哋嘅電郵係 ccm@ccmusa.org。願主耶穌賜你平安。